咱台湾作曲家陈重影去年底过身，才到100岁。伊一生有创作超过600条乐曲，包括是歌戏，也有新调拢有。为着要纪念伊，11月17，伫台湾戏曲中心要举办纪念活动。你知道曾仲颖这个人吗？台湾知名作曲家陈重影去年底以100岁高龄过身，即阵将满对年。为了纪念伊，中华民国民族音乐协会要伫11月中开始举办相关系列活动。包括有纪念音乐会，有他的纪念特展，有一个生命纪实的纪录影片，另外还特别编了一本艺海100年的专书。尤淑红表示，陈重影一生创作超过600条的乐曲，内容包括歌戏、甲新调等等。尤其过去因为尤丽花等知名歌戏团的邀请，甲戏剧元素结合西方的合唱，影响歌戏发展真深。嘛，替就称级的电视歌戏编剧等等，阁有连续剧，亲像过去《青春国王》的主题曲，一粒流星就真有名，替台湾音乐历史留下侪侪资产。60、70、80、90。这么多年的歌戏的歌，拢是老师一个人所做出来。到即马，自60年代、70年代来到即马，抑阁是流传到即马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即届各界合作计划流星岁月陈重影系列活动，11月17伫台湾戏剧中心举办，希望纪念这位多方面词曲创作的前辈。记者连日立台北采访报道。